过去台湾威权时期有真侪政治受难者，互人关点伫咧火烧岛。即寡政治受难者的厝内人有时阵会寄被、寄水果、寄药啊来帮助因度过难关，也有一寡受难者家己会做一寡物件来度过坐监的时间。即马国家人权博物馆当咧展览即寡物品，互大家看到因拍拼生存的模样。90多岁的政治受难者杨国武当咧下拜林，杨国武会晓下拜林，其实是伊互人拐点伫咧火烧岛的时，甲同齐坐监的政治受难者所有偏学的，甚至佫有受因影响的受难者单名号伫火烧岛家己做拜林。做歹过日啦，但是拜林对心靠当思乡的事情拢会当发落去。大家咧休困的时阵，逐工吵着袂使，走去后壁有一个市底的低调啊，会晓低声。现主时杨国武所有凭单名号的拜林，拢伫国家人权纪念馆展出。人权馆现主时展出政治受难者的物品，也有家属提供的文物，即个批、相片、送物件的登记单啊，拢记录因伫咧威权体制之下坚定生存的意志。真实的故事其实是最动人哈，那真实的声音也是最动听哦。那人权馆这一次的展览真的是首次将我们很多的展品拿出来哈，然后能够跟叙事的情境去做一个结合，来做一个说故事哈。那这背后有很多真的很感人的故事。我们这个主题是天晓之前，各位前辈应该很能够感受天晓之前发生了多少的事情。另外，今年9月，政治受难者蔡坤林才到93岁过身。伫这个展览要咧规划的阶段，伊也捌参与讨论。这个展览也加做伊上尾一个参与的作品。人权馆馆长洪世芳也伫展览开幕现场感谢蔡坤林前辈长期以来对人权馆甲台湾民主的付出。记者阮刘水新北报道。